来继续要来讲这个金蕉，最近讲价真贵，到高雄的菜市啊行一抓，这个金蕉1公斤大约是30到40块，讲真一阵仔愈贵，1公斤来到60块。啊，专门咧出金蕉的这个基山的区农会讲，因为去年拄着大雨，伤到这个金蕉根产量来减少，讲爱过过2个月到这个7月，计小价回过倒来这个1公斤20块、30块左右。 较贵，涨了要20块，比往拢1、20块尔。不管是到果子摊，还是去市场买金蕉，欧巴桑妈妈拢感觉计小真贵。啊，若到底去偌济，咱实际来到高雄市啊看卖咧。安尼54块啊。吃每一皮金蕉色水黄润润，发甲真水。不过即摆市场因为产量变少，小可影响到计小。 迄个差不多要到60块呀，1公斤，即马还要30左右尔。之前上交一斤超50几块了，现在上交一斤超40几块。前一阵仔较贵，不过这波计小波动，乌龙会就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去年气候影响。去年的8月到10月。 有连续豪雨，它根部的那个有受损，所以产量就减少。基山区农会就讲，这波关价如果要等到7月卡到，才会当回温到1公斤20-30。民众这阵嘛，若是想要吃到较实的金蕉，得个等咯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